日期10月20號，天讚美神禱告文。聖經經文：耶和華，我要尊崇你，因為你曾經提拔我，唔叫仇敵向我誇耀。詩篇30篇1節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因你係賜各樣安慰嘅主上帝，我所尊崇嘅主上帝，你係我所讚美稱謝嘅，你又係提拔我嘅主，叫我可以喺仇敵面前誇耀。你係良善正直嘅，榮耀唔好歸於我哋，那要因你嘅慈愛同誠實歸在你嘅名下。你係拯救我嘅，我終身嘅事喺你手中，求你救我脫離我嘅軟弱同埋嗰啲逼迫我嘅人。因為我嘅主上帝係看顧人嘅，都係至高至上，永遠長存嘅。你嘅名為聖，你坐喺至高至聖嘅寶座上，都同心靈痛悔謙卑嘅人同居，要叫謙卑人嘅靈甦醒，都叫痛悔人嘅心甦醒。願平安歸於遠處嘅人，都歸於近處嘅人，並且我嘅主要發出醫治，施恩俾倚靠佢嘅人。願你膏抹我，以華冠代替灰塵，喜樂油代替悲哀，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。叫我好似你殿中嘅青橄欖樹，永永遠遠倚靠你嘅慈愛。咁樣，我要歌頌你嘅名，直到永遠。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Amen。